Hello，大家好，我是红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来的太突然了。ARB 团队准备出售7.5%的这个 ARB 来支持团队的正常的运作开支。那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操作呀，但是呢，却引来社区的强烈的不满。那事情的缘由呢，请听红哥的娓娓道来。那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点个关注啊，顺便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个红心。可以说呢，这是 AIB 团队在一开始就为自己埋下了一个雷啊。那作为一个项目团队呢，出售一部分 token 呢，原本呢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那错就错在团队想以道的方式进行一个治理，而团队在出售 token 时竟然还执行了道治理投票。然而投票的结果呢，以反对呢为胜啊，反对呢为这个反对出售这个7.5%的 AIB 呢为结果，但是最终的项目团队在这个投票之前呢，已经出售了部分 token，啊，这就引起了这个社区的强烈不满了。所以经过 AIB 官方团队这一波操作呢，让市场一直看好的 AIB 的上涨趋势呢，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那一度下跌了10%左右。当然幅度的不算太大，这可能是社区呢做出了一个试探性的一个反应啊。毕竟大部分人空头的 AIB 呢，并没有完全的出售啊。虽然一致的看好接下来的上涨趋势。那么经过这一波操作呢，引起社区对官方发起了这个道呢治理呢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啊。那么 AIB 官方道团队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首先第一点的话呢，红哥认为呢没有将团队归属的部分呢和道治理的这个 AIB 呢分开来啊，且强行在社区反对的前提下呢出售了 token，从而引起了社区的强烈的这个不满和质疑啊。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团队在发起道之前呢，没有明确的规划和资金的规划，没有明确归属团队 IRB 的这个释放机制啊，并且呢在这个团队归属呢明确表示会锁仓4年啊，违背了基本的这样一个协议。那这有可能是团队在这个财务核算机制上呢出现了一些纰漏啊，或者说在 ARB 上市之后呢，项目团队发现财务上呢出现了一些空缺，那么以此想要出售这个 ARB 来弥补这一项空缺，这可能才是迫使这个 ARB 团队急于出售这个 token 的原因呢。如果呢将团队归属为线性释放的话呢，我认为可能会得到社区的支持和理解，毕竟是线性释放这7.5%，你每个月释放一点，那多多少少都还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现在一下子要出售这七点五，这个相当于7.5亿，接近1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代币的话，还是对整个市场来说，对未来整个的一个生态发展来说，还是比较啊担忧的啊。那现在突然要出售这部分的 ARB 呢，可能从这个深层次的逻辑方面来思考的话，可能还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当然了，无论怎么样呢，我们还得继续的关注市场的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我认为最终呢还是会向社区妥协的。毕竟呢，你这个自己发现的道，那你自己不去遵守这个约定的话，那么最后你这个再发起投票呢，可能就没任何意义了啊。那么或许最终呢，这个项目团队呢可能会将这个归属团队的基金会这一部分的这个token呢可能会进行重新的设置一些新的机制或释放机制从而保证这个道的正常的运行。那香港的 Web3呢马上也要开启了，还没有布局香港板块的呢可以私信或者看主页进入红色内部群，老师帮手指导你。让你在 Web3少走弯路。那最近的话呢，这个美联储呢还有20多万枚的比特币据说呢要开始抛售了。那至于会被抛售的这个不好说啊，当然我们也注意这个行情的变化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有讲过了，最近的这个比特币呢一直在28000美金附近呢在来回的震荡。如果说呢它没有办法向上继续的突破的话，有可能会回调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有讲过，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这个风险即便是美联储不抛售的话呢，我认为可能市场上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出来，从而带动这个大盘呢继续进一步的下跌当然，不过呢，这一波的下跌呢，可能不会带来太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我相信美联储它可能也不会在此时去出售它的 token 这个比特币。毕竟呢，这个4年一次的减半呢，马上就来了对于这个美联储这种以金融为主
主导的一个金融主体的一个市场的话，我认为它可能会等到下波牛市，会慢慢的把这个20多万枚的这个比特币呢，会慢慢的出掉啊。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